欢迎来到轮回世界，这里有无尽的世界，无尽的危险。完成任务，积累善功，你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想要的一切。前提是你能活下来。杀死隐皇堡守卫，各奖励10点善功；击杀同类守卫，不再重复奖励。隐皇堡堡主为夺皇位，发明夺心丸，妄图秘密控制各派掌门。大侠丁长生于偶然之中识破这桩阴谋，于是邀请另外3大高手共闯隐皇堡，可他们却一时大意，被机关之术困于堡中。主线任务：3个时辰内击杀隐皇堡堡主，共同完成者分别奖励50善功。若任务失败，集体抹杀。任务、奖励、异世界，我们进入了无限流副本世界。哼，这6道试炼也不过如此。我倒想看看他所谓的善功是否真的能换取神功。既来之则安之，眼下要先想办法完成任务，保命要紧。刚才只是杂兵罢了，刺杀隐皇堡堡主才是主线。哼，蓄气未成，功力怕不是和这小和尚相仿。手下如此无能，那堡主又能强到哪里去？哼，我一个人收拾他，也绰绰有余。莫要轻敌，别忘了6道让我们解救的大侠里，可是有着蓄气大成的高手。哼，高手，江湖上从没听过这号人物。喂，你在干嘛呢？张师兄、江师妹和我们兵分2路，以他们的修为，想必早已突破阻碍，传声为训，通知他们会合。哼，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能听见吗？张师兄，三小姐，我看不像张兄弟啊。哼，这一定是你们金蝉寺搞出来的名堂，把我们掳来这鬼地方。金蝉寺究竟想做什么？想成为各派公敌吗？先别着急下结论，看来者为何人？谁？打中了吗？别笑，换作是你，你不慌啊？一切还得从我3个月前来到这个异世界说起。前一刻还在出租屋里看世界杯的我，一眨眼就来到这个鬼地方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是金蝉寺的小和尚真定，一个地位卑微的杂役僧。师兄，师兄！啊！
这个蠢萌的家伙就是真慧，我在金蝉寺的师弟兼室友，不用说也知道，我们俩又要被人霸凌了。师兄，没撞痛你吧？又要干什么？扫院子、劈柴火，还是洗衣服啊？什么？都做腻了，今天给你来点新鲜的。午时之前，给我把水缸灌满。挑水？之前的师兄说……之前是之前，还不抓紧挑水？是嫌活太少不够干吗？凭什么又是我俩干活？就凭我是你们师兄，忘了金蝉寺杂役院院规吗？师弟必须无条件听从师兄的安排。等你们两个也熬成师兄了，自然可以指使别人。何况比武大会临近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代表金蝉寺出战呢。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，还代表金蝉寺？等等，镇定，你一会儿再去打扫下客房，那里都是前来比武的贵客，一刻都不得耽误。哼，细皮嫩肉，跟个公子哥似的，看我不整死你！真慧，你就甘心做一辈子杂役僧啊？师兄，啥叫甘心？甘心就是乐意、高兴、喜欢，不想要更多。那我甘心，能吃饱饭、睡好觉、有活干，还有师兄陪着我，我可甘心了。要是还能学寺里的如来神掌，那就更甘心了。真慧，咱们比赛，看谁先跑回杂役院。师兄，你少来！等等我！这疯疯癫癫的，什么人啊？哎，那边的小和尚，来打扫一下。唉，喂，看不见吗？切，想办我？小心！啊，糟了！下盘这么稳，老天哪！为什么让我一睁眼就来到这个全是光头的地方？玄天宗自号天地道统，就是这么个喜欢欺负人的道统。哼，小和尚，别管那坏人，他只不过是想借你试探一下我的剑法。可就算让他看到了我的剑法，那又如何？多谢姑娘相救。你倒像个世家公子，应该称呼女施主。我叫江芷薇，习剑阁弟子，让你无辜受到牵连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哼，我只是没想到金蝉弟子那么弱，随便推一下就倒了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强，让我推一下试试。哼，阿弥陀佛，这位师兄着相啊！真正的强大来源于内心，又何须以外力示之？此番却是落了下场。你个杂役僧也敢取笑我？
大赛之前，2位已经开始切磋了吗？张师兄，青井师才欺负这小和尚来着。既然出了山门，你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玄天宗，莫要失了体面。是，张师兄。嗯。小和尚，适才是我失礼了。小僧真定。在下真武派张远山，蒙各位好友看重，称我一声师兄。今日之事，还望见谅。今日算是碰到讲道理的，若是碰到那些犯浑的，不行，菜就是原罪，还得练。江师妹和青井师弟，想必你也认识了。这位是幻花派的齐正言师弟，那位是大江帮的七夏师妹。阿弥陀佛。小僧告辞。嗯。这小和尚还真是个妙人。来去不羁，下行不休，无悔也无咎。你回来了。我来吧，你不是想去看比武大会吗？可是正观师兄说，我得扫完这里才行，我不能去。玄心师叔说让你去看，这里我一个人来扫就够了。他没有。我是师兄，我说有就是有，去吧。谢谢师兄。师兄，我回来告诉你结果啊。唉，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杂医院，真正的开始武道修习啊？怎么了？那个女施主好生厉害，最后是她赢了？就办事，赢的是真武，赢了真武派的弟子，那一剑怕是看不见。可惜了，真妙师兄只拿了第3。师兄，你去偷看了？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你这不都告诉我了吗？哦，有吗？江姑娘，张师兄，还有那个什么叫清景的扑街死鱼眼，果然还是和他们一起玩才有趣。我得快点变强才行。就这样一睁眼，我就进了这什么6道试炼，任务是解救4位大侠，还要杀死这隐皇堡主，这算什么无限流副本？这简直就是死亡副本呐！江姑娘，是女施主，退后。
这位妹妹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？张师兄，太好了，你们没事。我们适才本已营救了麻凉汉大侠，谁知他突然发狂袭击了我们，我们是一路追赶他过来的。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们是这隐皇堡的间谍？六道之主颁布的任务是解救这几个人，应该不会有错。哼，你知道个什么？他就是麻大侠。大家快分散开来！他们两个战术一样，都是欺负我们不熟悉地形。他们实力恐怕有开窍大成。这混蛋！糟了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别分神！两位大侠，快醒醒！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七师兄，我有办法。你相信光吗？长期生活在黑暗当中，一瞬间遇到亮光，他们肯定受不了。看他们！一切都在影子的掌握当中。杀了我吧！有个声音，我脑袋里有个声音，快赐我神阙血，快！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杀了他，为严香主报仇。杀了他，任务怎么办？相比任务，小僧更想活着回去。
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杀了他就拿不了善功。善功？善功难道比为亲友报仇还重要？已经入了这修罗场，人命还值几个钱？做这6道的任务，不就是为了善功吗？对，就是善功。谁在说话？就是你一直想得到的东西。没人说话呀。清净师弟，杀了他们。这可不能算是我杀的。拯救谭文博，脱离了被夺心丸控制的苦海，完成支线任务之一。参与者各自奖励10点善功。新手奖励提示：马良汉冰解法门什么在天突原来杀了他们就有善功。青姐，你拯救马良汉成功，参与者各自奖励10点善功。或许对他们来说，这也是一种解脱。再不走，又该有人来了。清净师兄，刚才你说听到的声音，不关你的事。相隔太远，怕是跳不过去。你们过来看。你精通机关术，可有解法？未曾见过这般的，不敢断言。这不就是数字转盘吗？哼，让他们也见识见识高端操作。要不我来试试？小和尚，还是让七姐姐。小心！小僧曾于机缘之下习得这来自天方的算筹，中间正是6、9之数，看起来真像张师兄你们门中的阴阳两仪，万事万物皆可递于斯。我猜只要把圈内对应的数字相加都为69，即能解开机关。想不到你这小和尚居然连天方国的文字也都识得。好歹也接受过正统的9年义务教育，小 case 了。臭和尚！大家小心！
生死攸关，还是七施主来吧。嗯。随吾而来，生门洞开。这应该是钥匙机关，想是拉动这只木手，便可破解。这么简单？有路了，有路了！小心，带我逃尸问路！快拉我上去！我明明看到一条路啊！是幻觉。随吾而来，随吾而来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认为这手叫我们随他而去，就是要跟着他进去，所以要推。我们前面把他拉出来，不就让他随着我们走了？七师妹觉得呢？未必没有道理。喂，事关生死，我们要相信这个杂役僧吗？他总能想到意想不到的办法，我愿意相信他。不可一世。你们，哼！真定师弟，你大胆一试吧，生死由命罢了。来吧，希望那些密室攻略可别坑我。原来如此，真定法师的破关之法的确想法清奇。小和尚真不简单啊！并无不妥。走吧。青姐，你快！这一脚，老子记下了。将士们！小和尚，这种死法也不算太赖。七姐姐，看那。
你们看，对面崖壁那儿有光，有石门。天无绝人之路。你们先滑过去。不该是抱着我滑过去吗？好痛啊！忘记你没有内力护体了，快帮上吧，小和尚。多谢江姑娘照拂。是江施主。这里还有其他通道，我们兵分两路，带我前去查探下。小和尚，手还疼吗？好多了。若没有江姑娘一路照拂，我怕是早就去见佛祖了。是江施主。挥刀如飞的江女侠，竟然会怕虫子？怕虫子怎么了？人总有害怕的东西。江姑娘还有什么恐惧的？不妨说出来。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坦然处之，或许更好。还真有。先说好，不准笑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一定不笑。我在宗门内，都只是通过杀技来锻炼杀生的胆量，从未伤过真人。这次试炼，也是第一次看到敌人鲜血喷出，我有点手软。每天都杀鸡？你们门派怕不是设在菜市场里吧？自我学剑有成，距今也有2年了，期间每日2只。江姑娘，你以后出道的名号我都替你想好了。是吗？屠鸡剑神。你个出家人怎么这样不正经啊？找到了啊！七姐姐有何发现？前方有一处分岔，左右各有一条路，不知通往何处。七姐姐想分头行事？不是吧？又来？所有恐怖电影里分头行动都是作死啊！只剩1个时辰了，到时候如果完不成任务，我们一样会被抹杀。兵分两路，碰碰运气也好。走吧。七姐姐，万事小心。走吧。
他又是谁？任务目标？杀手？还是其他失联者？晚辈受家师指派，前来除魔卫道。在下程佑，我现在阴皇堡堡主妄图用夺心丸控制天下，就算死，我也不会跟随他。前辈，你怎么了？我们马上救你下来。放心。前辈可知隐皇堡堡主所在何处？糟了，程生有危险，我带你们去找堡主。有机关！小和尚，这兔子到底什么路数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刚才还不是捡一块板砖呢。哎，张师兄，换刀，刀一用。完了，会功夫的都不在了。早知道在金蝉寺就应该多学2招。江姑娘，快啊快啊！等你恢复了，我们就是2对1了。这家伙受伤以后，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嘛。江姑娘应该能打赢他。有武器就是不一样，乱刀砍死老师傅，拼了！急向上撩。你丫的斜向上撩呢！对不起，我反应太慢，让您失望了。你都听到了，当然要变招。啊！老子宰了你！趁你病要你命！不行，他已经逐渐适应了，再拖延下去，死的肯定是我。这个人怎么毫无痛觉？有了，走你！来而不往非礼，也吃老子一拳！老子不会刀法，但老子会拳法，傻了吧？小和尚，你这是犯了口戒呀！怎么能自称老子的？大难不死，佛祖也会替我高兴的，不会怪罪于我。两位，程大侠，
可是被我打死了。小心，多心。程大侠，江芷薇真定成功解救程勇，阿弥陀佛，完成支线任务之一，各自奖励10点上攻。啊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。江姑娘，你不要紧吧？上半身倒无大碍，提取运剑只是稍有削弱，但腿脚酸软，怕是无法行走了。江姑娘，不如让我来背你。小和尚，我承念这人情了。江湖儿女不拘小节。比我挑的水桶轻多了，江姑娘，坐稳了。小和尚，如果我也被夺心丸控制了，你一定记住，我的弱点在双剑翻旋的背心处。江姑娘，你告诉我也没用啊，就我那3脚猫功夫，也多半是打不过的。如果你中了夺心丸，我也会满怀敬意的杀了你的。放心吧。这是个狠人。小和尚，跟着我的口令移动步子。来吧！右1，后2。左2，他们源源不断，我们刚一场恶战，体力未恢复，怕是难以抵挡太久。前2，左1。咱们得想个办法冲出去。不行啊，太多了。多谢七姐姐搭救。芷薇妹妹受伤了吗？可有大碍？无碍，只是无法行走。七姑娘放心，我现在就是江姑娘的脚。那你可得背稳点儿，别摔到江姑娘。七姑娘，我们没有找到通往隐皇堡大殿的通道，你那如何？跟我来。这生门之路果然平坦，既无机关，又无埋伏。江师妹、七师妹和真定师傅皆是因你而死，待我回去，必向掌门禀明实情，治你的罪。跟我装什么好人？你怎么没下去救他们？真定那个废物功夫那么差，真和堡主打起来，也只会是累赘。早点死了对他也好。江芷薇和七夏嘛，确实可惜了些，可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，怪不得我。你，我竟要与你此等人并肩作战，实乃武林之耻。前面有人，莫非是需要解救的4位大侠之一？似乎还有别人。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事后也就叫我改口。
的手还少吗？文博、梁汉，还有程勇兄弟，我早就赠你毒手了吗？我可没有杀他们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给他们下了夺心丸的毒，这和杀了他们有什么区别？不用多费口舌，今日不过一死而已，我丁长生有何惧哉？这是丁长生大侠，看来他还没有中毒。本以为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前去救他。等等，今日我们兄弟的情分就算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理解我？这世上这么多的纷争，不就是因为人人都有贪念？只要等我用夺心丸控制了整个天下，再叫人人都行善修身，天下大同指日可待。疯了！你已经疯了！那是个狗屁的天下大同，那就是人间炼狱，个个都成了你的行尸走肉。杀了他！就是现在！你干什么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闪功！给我闪功！长生，没有奖励，奖励呢？闪功呢？奖励呢？闪功呢？看，是张师兄。青景，你疯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臣服于我！臣服于我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是你，是你，你就是我脑子里的声音。你说要满足我的愿望。声音，看来你也中了我的夺心丸。长生是朕的挚友，你又是什么东西？千景，江师妹，你们没事？张师兄，青景他。有埋伏！青景已被这魔君所杀。英皇堡堡主，你祸乱天下，荼毒生灵，我们今日前来，就是要取你性命。杀我！凭你们！你们几个年纪轻轻，气魄倒是不俗。哼！眼下我正是用人之际，不如归顺于我，共享荣华。归顺你，真是痴人说梦。七姐姐，莫要冲动。冥顽不灵！别害怕，集中精神。
金神步。这么好的身手，可惜了。魔头，受死吧！舍身相助，真是让人感动呀！看来要打败这堡主，只能试试太上剑金的招式，但我却从未施展过。小和尚。 果然还是不行。你。 要死了！要死，也要站着死！小和尚，执迷不悟，看你们能扛到何时！ 知道你们在我眼里像什么吗？蝼蚁！付出自在。嘿！杀了你们几人，天下将再无敌手。堡主的命脉在危险。你相信我吗，小和尚？江姑娘，我信你。长生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去迎接新的世界吧！长生，你，小和尚，第10。
万年太近了。好快的剑，长生，你为何要背叛我？大哥，我没有背叛你，我只是醒了。你为什么还没醒啊？醒了，可是我只是想要一个打通世界。并无答案，今日真是侥幸，侥幸。没想到江师妹在危难之际，竟能使出如此高深的剑招。隐皇堡堡主身亡，丁长生解救成功，主线任务完成，每人奖励50点善功，回归。无处自在。身上的伤恢复了。小和尚，我也痊愈了耶！你们怎么样？果然神奇，哪怕金蝉寺的大还丹，怕也没有此等效果。日后每次任务若主线完成，不管受伤多重，生还者皆能无偿享受治疗；而若主线未完成，则除相应惩罚外，伤势越重，治疗善功需求越多。公布隐皇堡任务评价：除江芷薇为中等外，其余皆是普通，无额外奖励。江芷薇亦未达到抽签标准，只奖励10点善功。还有额外奖励，还有抽签。这个六道之主是个游戏运营商吧？什么都有，还真是无限流啊！会不会还有 AK、高达、隐形战机？啊，竟然都是各门各派的正派神器，少了一样，怕是江湖上都会引起轩然大波。集齐30万善功，兑换彼岸符，自可远离六道势力。竟然还有夺心丸？难道这个东西跟六道之主有什么关系？兑换开始。此乃兑换册，里面已记录了汝等之善功数量。选中自己想要的事物后，进入光柱兑换。试炼者如善功不及兑换，可自行商议借用。这要再到猴年马月去啊？对林氪玩家这么不友好吗？小和尚，选好了吗？这眼花缭乱。江姑娘可有心仪的兑换功法？我也没有，善功太少，能兑换的我不大用得上，而我想兑换的，还差了20个善功。这不是要跟我借钱了吧？这
虽然咱们现在是过命的交情，可戒了，我功夫换不了，下个试炼怎么办？但若不是江姑娘，我早就掉下悬崖摔死了。哎，不对，还是得借。借钱可是加深友情的最快途径。下个试炼让江姑娘继续带着我还怕什么呀？你没事吧？上宫我借你，不过9出13归。小和尚，你小小年纪哪学来的这些混话？你这份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哪好意思找你这个穷和尚化缘？我是来指点一下你，免得你选错了武功啊。还请江姑娘指点。让我帮你看看，选一下。这个。铁布衫神行8步和血刀刀法吗？啊，多谢江姑娘指点。小和尚，你先去吧。兑换开始。金蝉铁布衫。直接修炼，善功翻倍。还可以直接修炼，自己学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，还是选直接修炼吧。学会之后，我只在试炼里用不就得了？完美，直接修炼。这就好了？这不就开了挂吗？这就是氪金玩家的待遇吧？啊！哎，糟了，只够兑换神行8步了。没想到6道之主所言非虚，换得到的都是真材实料。江姑娘，你就拿我做实验啊？哼，我不试一下，到将来有危险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自保啊？金蝉铁布衫换得得体，下次试炼，真定小师傅就有性命保障了。各位都是张某历经生死的同袍，日后若有需要张某之处，必当全力相报。江姑娘，直接练了铁布衫，不够善功换刀法了吧？回去好好练。兑换完成，回归自身世界，等待下一次轮回开启。凡试图泄露6道世界存在给外人者，抹杀。竟毫无疲惫之感，看天色，似乎才过了2个时辰。坏了！师兄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也不知清净和烟雾讲。难道一定出大事了？
文大师，我玄天弟子竖着走进你金蝉寺，现在又横着出去，我如何烧完？怎么悟道？阿弥陀佛，守拙施主，寺中发生此等惨事，无论凶手何人，我金蝉都难辞其咎。可老衲觉得，在场众位施主更想知道凶手为谁，目的何在，还请给老衲些许时间检查尸体，查明真相。些许时间？那是多久才能查清楚？弘文大师言之有理，守拙道友，万物急躁，你之悲痛，我等皆感同身受。居然真的死了！轩辕子，死的不是你真武弟子，莫要装什么好人！常闻玄天宗守拙道友脾气暴烈刚直，今日所见果然如此。你少给我阴阳怪气！两位施主，眼下查明真相乃是首等大事。凶手实力为开窍大成，擅长铁掌。这样的结论，贫道亦能得出。可真正的凶手呢？能让开窍之人潜入你寺内，而不被我等发现的凶手呢？能在金蝉寺之中逞凶，而不被大师你天眼通、天耳通发现的凶手呢？老衲昨日禅定，已关注净土，怕是被真凶钻了空子。孔文大师，事情岂能如此凑巧？还请大师你展现金身之能，追溯真凶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刚才已经试过，真凶行踪诡秘难寻，已是断了线索。这么说，你金蝉找不出凶手了？那贫道得禀报掌门师兄，请出光阴刀，仔细寻觅真凶。阿弥陀佛，老衲愧对玄天宗各位施主，愿上玉皇山向收经施主谢罪。与贵派一起寻觅真凶。叩问大师，无需如此。你之诚意，贫道能感受得到。希望金蝉寺能遵守这份承诺，还我寺弟子一个真相。要不要将六道世界之事当众揭穿了？晚辈有一事禀报，关系清景之死。七施主请讲。夏儿，长辈们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你知道什么？小女风言风语，各位莫要怪罪。爹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贫道弟子枉死于此。若姑娘知道任何线索，请告知贫道。本派上下弟子感激不尽，但若姑娘欺瞒不报，到今日玉石俱碎，血溅于此，在所不辞。夏儿，你若知道什么，但说无妨。若有为难之处，爹在这里，没人敢把你怎样。还请给贫道个说法。我说，施主请讲。清景与我都被溜什么？夏儿，你怎么了？夏儿。夏儿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夏儿，你快醒醒啊！方丈大师，求你救救夏儿吧！阿弥陀佛，老衲无能为力。各位施主，刚才七施主之遭遇，让老衲想起了几件类似之事，
也是老衲一时疏忽，未能将清景施主之事与这几件事联系起来，否则岂是主也？方丈大师愿闻其详。不知各位施主听过仙迹这个神秘组织吗？他们之中的成员，若是想泄露内部的秘密，就会像气施主一样莫名死亡。老衲怀疑，他们体内或许有着某种诅咒，一旦触发，就能引来冥冥之中的力量。不管是不是仙迹，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。我提议各大门派联手，彻查此事。日后若有收获，金蝉愿与各派分享。全天宗一统。七道友节哀，还请七道友搜一搜令爱遗物，看有无发现。我大江帮内并无这种暗器。哼！必杀仙迹之鼠辈，祭奠夏儿。事关重大，还请各位约束门人莫要外泄此事。是，师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严无疆施主死了！啊！师伯，弟子有一事不明。空闻方丈修得罗汉金身，可适才法身未显，明显未出全力。观察敏锐，细致入微，传闻非虚啊。空闻大师确实不似从前呐。是弟子失察，竟会让此等血光之灾发生在我金蝉，还请方丈责罚。此事非你力所能及，不必自责。前有奸细盗取经书未遂，今日又有不明刺客暗下杀手，两桩意外接踵而来，难道又是西域金刚寺作祟？意图引我寺与众派不和。我记得前些时日，寺内新入了一批僧人。弟子明白，即刻加强巡视。哎，让一让！惨了，又要被唠叨了。你小子要欢送各大门派，不知道啊？召集众生没听见吗？师兄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手座的脑子被妖怪吃掉了。我金蝉寺什么时候需对其他门派如此恭敬了？那是真武派的张远山，我听其他师兄讲，他是这一代赫赫有名的年轻高手，将来有望进入人榜，那就是这次演武第一的江芷薇，喜剑阁传人。需要你介绍，我们很熟的好不好？对了，听说杂医院有弟子要入武僧院了，我看10有8九就是咱们贞观师兄。除了贞观师兄，还能有谁？啊，师兄弟们慎言，杂医院那么多人呢，哪能轮得着我呀？谁不知道，整个杂医院就贞观师兄练习最刻苦，功夫最高，一定是啦。大家放心，以后想学功夫就来武僧院找我，一定毫无保留。来了，快站好！贞观师兄，
去了武僧院，可别忘了我们。他们在看我，想当然是在看我吧。啊，什么？七施主死了？他是因为揭露6道秘密时突然暴毙的。七师妹风华正茂，实在让人扼腕叹息。那么多高手眼睁睁地看着，这样也会被抹杀？空文大师虽然自身晚了一步，但始终未展露金身之力，这实在不合常理。青锦也死得不明不白，幕后真凶实在可恶。没展露罗汉金身。哎呀，总算好了，你们几个回去吧。真冠师兄，我们也……真冠师兄，爹，娘，孩儿就要入武僧院了，这仇快得报了。玄苦师傅召集我们去大殿，赶快去吧！哎，真冠师兄，你明日去武僧院报道。我吗？是我吗？师兄，我进武僧院了！恭喜你啊！要好好练，别给我们杂医院出来的丢脸啊！天哪，这么小就进武僧院了？你就是真定。明日你也同去武僧院报道。师兄，师兄，你也被选上了！嘿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练武了，以后就没人欺负我们了。去了武僧院，可别忘了我们呢。好了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武僧院可比咱们杂医院苦多了。到时候你可别哭着喊着要回来。不会不会，小僧自杂医院出，定要在武僧院大出一片天。小子，口气还不小。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玄心师说，他就是真定。真亮啊，大白天不练功，带着师弟们游荡，小心你们首座责罚。奉首座令，寻嗣。别以为你混进了武僧院，就真是武僧了。从逻辑上来说，我进了武僧院，就是武僧了。软气！你小子说什么？老大，他说你是弱鸡。你以为你小子是怎么进的武僧院？那是喜剑阁和真武派的弟子说你待客得体，通晓事理，所以才让你进入武僧院锤炼武技，日后以充知客僧。原来是这样，过命的交情不是盖的。不管黑猫白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不管怎么进的，能进武僧院就是好材料。你，哼，果然就靠一张嘴。武僧院可不是你耍嘴皮子的地方，明日便让你见识见识。还有你，小鬼，明日见！师兄，我不想去武僧院了。怕啥？有我。天色不早了，
快点回去吧。机会来了。杯红溪水，大鹏展翅。试试吧。杯红溪水，大鹏展翅。师兄。这会你师兄，明天他们会不会打我呀？武僧院不就是你打我，我打你的地方吗？师兄，我不想挨揍。谁欺负你，你就来告诉我。哎，师兄会教训他们的。师兄会陪你一起挨揍。哼，那分到你身上的拳头不就少一半了？啊，还是要挨揍的。你快点坐下！死！给我死！而且我学的挺不善。杀了你！疯了吧你！连同门师弟都想杀！杀了你！抢我进武僧院的机会！我要报仇！今天非得教训下你不可！住手！玄心师叔，这怪疯了，想杀我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没用的东西！镇定失职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不要抢我名额！不要！全怪你！不要抢我名额！贞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要进武僧院！真是的，这么冷的天，净整些幺蛾子。镇定失职啊，这件事情，你看该怎么办？哼，这进了武僧院，果然态度都不一样了。不对，事有蹊跷，先听他怎么说。啊，晚辈听凭师叔处理，但他已经失心疯了，换了别人，怕是已经闹出命案。终归是咱们杂役院内部之事，弄得人尽皆知，殊为不美。不如这样，师叔我明日另找个由头，将贞观逐出京城便罢了。玄苦师叔，若非我巡逻到附近，这事你怕就瞒下来了。我这不是不想给玄苦师兄您添麻烦吗？这等小事何须您亲自出马？哼，小事。我听其他杂役僧禀报，都差点闹出人命了。如此恶劣之事，敢问你有做好一个主事的本分吗？别生气，师兄，今后我一定严加管教，不会让师兄您难做的。镇定失职还未入的武僧院，便已经学会上乘的外家功夫了。回禀玄苦师叔，弟子出家前曾接触过不少家传武学。西剑阁和真武派的传人对你称赞有加，真不简单啊！失职入我寺不久，莫非之前就有来往？原来他们是这么想我们的关系。
这样更好。弟子恪守金蝉待客之道，诸位施主称赞弟子，乃是对我寺重礼厚德之赞叹。油嘴滑舌。我金蝉收徒，从不看弟子的出身来历。你若犯了错，撞到我戒律院手上，我等必不容情。玄心师弟，记得处理好。戒律院这帮龟孙子，最见不得别人在他们面前硬气了。唉，都是这个贞观惹事，又让玄苦威风了一次。师叔，能不能和他们说说，我出家学武是为了给家人们报仇，让我留下吧。别想了，这破地方还留恋个啥？连我都不愿待下去了。走吧走吧，反正待在杂役院也不会有出头之日。你真的想报仇吗？哎，这两个杂役僧来这里干嘛？哎，你没听说呀？他们被选入武僧院了。武僧院就他俩？哎，行不行啊？哼，可笑！这两个，一个是傻子，一个是滑头，也配习武？对呀。怎么不见了大块头？不是要让我见识见识吗？肃静！是真妙师兄，该列队了。列队演武。他是上次比武大会第3名的师兄。是他？同为真字辈，他竟然已经成了授业僧。哎，杂役院的，站到最后一排去。哎，瞧不起我们杂役院呢。今日依然是习练罗汉拳，首先是朝山拜佛这一事。比武大会第3名，好嘞，正好试试他的功夫。停！你的罗汉拳怎么如此不规整？基础不牢，岂能一味求快？小僧是照着拳谱练的，还请师兄指点。我们对练一下，让你知道不规整的招式会有什么坏处。快看快看，杂役院小滑头挑战武僧院了！下注下注，我赌小滑头5招被打翻，我赌撞3天钟，这小子3招都过不去。好，你先出招。哎！哎！你练成了挺身，家传之学罢了。学习小成，好师弟，当心了！承让。哪怕我有了6道的际遇，果然也还是人外有人，
若我能多和他切磋，一定对我大有好处。多谢师兄指点。真妙师兄，明日还请继续指点。什么？他还敢向真妙师兄挑战？这臭扫地的，真不知好歹。明日你若接不下我10招，日后就休提指点。回力，继续练罗汉拳。厉害呀，师弟！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身手这般好？真勇师兄过奖了。对呀，师兄，你太厉害了！真妙师兄可是比武大赛排名第3呢。真妙师兄素来心高气傲，而且已在习练72绝技中的摩轲指，你居然能跟他打得有来有回，日后还得多关照关照师兄，可不能再藏着掖着了。方才只是侥幸，明日怕是难了。明日对练，我依然会把实力压制到蓄气小成。今晚得抓紧时间，练一练神行8步。走，藏经阁。真勇师兄，我们现在是武僧了，可以去3楼吗？听说那儿藏着金蝉72门绝技，得有师叔伯的允许才行。还是不行啊。真慧，还想着你的如来神掌呢。看来善功换来的功法确实不俗。这慧，那藏经阁下2层的佛经和外门横练功夫，你都看完了？我就是想上去看看嘛。哎，真慧，慢一点。唉，好像都不对，对修炼神行8步没什么帮助。他俩人呢？真慧，看见真勇师兄了吗？可能在茅厕。真勇师兄一进藏经阁就会肚子疼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该去演武殿旁听了。好，不等真勇师兄了吗？无妨，他一会儿反正也得过去。我们先走吧。金蝉心法乃金蝉寺的基础内功，醇厚阳刚。你等好好修炼，日后可与绝大部分绝技神功兼容，事半功倍。内力由丹田而发，转3关，通命门，入泥丸，最后汇于潭中，血血而下，百川归海。真慧，真慧，一起出去啊！师兄，这里热热的，我想再练一会儿心法。真定师弟，真勇师兄，你来了。真定师弟，你竟然撞我，莫非想和我对练一场？那好，咱们练练。昨天就是这个大块头挑衅我和真慧，他这样的欺凌无人阻止。此人法号真亮，刚入蓄气小成，不过力大无穷，真妙师兄都记他3分，最是喜欢利用规定欺负弱小。规定？凡是身处演武大殿者，不得拒绝在场任何武僧的对练要求。毕竟，若你行走江湖，有人要出手杀你，你总不能说我不想和你交手。这人实在可恶，总该要有人约束一下他。上午操练没见着他。真亮有个哥哥在监律院，所以嘛，你懂的。反正他算是这演武大殿一霸了。这人力气虽大，但动作笨拙，正好拿来熟悉神行8步。哼，居然不肯帮我打扫院子。嘿嘿，他是不知道真亮师兄你的厉害。
你竟然撞我，莫非想和我对练一场？哼，那好，咱们练练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不是那个杂役院来的废物吗？还没来得及收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好啊，咱们练一练。不让你哭着求饶，我就算你师弟。真亮师弟，看来一定是想与我练练。我已经有人对练了，今天就算了吧。下次记得找我啊。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个欺男霸女的恶人？这感觉还不赖。你现在就是恶僧真定了。哎，师兄！哎呦，师兄，你可算来了，就是他。近来不少师兄弟说你利用演武殿的规矩，在此恶意挑衅他人，恃强凌弱，如此蛮横，不通佛理，怎有资格习武修行？理应当众悔过道歉。恃强凌弱的还不知道是谁呢？要道歉也该是你们向我道歉。你也太嚣张了，敢这么对师兄说话！快滚回你的杂役院去！别以为有人撑腰就有恃无恐，就算喜剑阁掌门为你求情也没用。喜剑阁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镇定，快道歉。你看那真妙师兄，敢不敢半月后用尽全力与我比一场？你若输了，就要所有武僧院僧人保证不再为难我和真慧，还要与我们认错。还要比？你若输了呢？那我就离开武僧院，回杂役院扫地去。还好师叔把我们两个分到了一起，我一个人可不敢来巡逻后山。师叔们怀疑奸细早就潜伏进了金禅寺，所以才严加防范，两人一岗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后山琉璃塔里关的都是妖怪，会不会有白骨精、蜘蛛精跑出来啊？真会啊，真会！唉，既然真妙师兄都这么说，那肯定是有妖精的。你看那里，师兄欺负人！师兄，你人呢？我害怕呀！真慧，师兄，你吓死我了！神行八部还有抓猫带狗的作用。别生气了，真慧，待会儿师兄啊陪你一起去守山门。明日便要与真妙决战了，神行八部还差最后一次，得抓紧时间突破。不错，果然成了，这下肯定能赢真妙。你小子吓死我了！哎，不是让你别过来吗？师兄，我看你一直不回来，还以为你被妖精吃掉了，担心死我了。你放心，妖精不喜欢吃我这样的。
兄，妖怪真的出来了！嘘，别说话。啊，真怪是哦！他不是早就被逐出山门了吗？不行，真慧，快去报告师叔师伯们。师弟，别来无恙。小心！大连铁布衫都破不了，为何实力增强如此之快？魔核伏魔拳，刚才何人与你们交手？后边，师兄，小姐，我去寻他，然后那个树，那个门，他就，哎呦！回禀师叔，我们在此巡逻，却在崖壁之上看见贞观从一道密门里出来，之后不由分说便对我们出手。再说下去，我小姐的细节怕是要全给抖出来了。那道人影，确实是之前被逐出山门的贞观。弟子认得他的相貌，但总感觉他身上有些异样的变化。你们先回武僧院，这里交给老衲即可。是师叔。哦，刚才多谢师叔出手相助。哦，原来这就是接近外景巅峰的实力啊！好帅啊！哎呀，刚才吓死我了！好在玄贝师叔及时赶到。玄贝师叔？对，刚才那就是玄贝师叔。先前听真有师兄提过。哦，他很厉害吗？玄贝师叔是玄字辈第一个踏入外景八重天的高僧，离巅峰只差一步。外景八重天，真慧，师兄我也要成为这样的高手。师兄，你一定可以。你轻点儿，刚挨完揍，骨头都要散架了。你们两个没事吧？刚刚的信号是你们发出的？玄心师叔，刚刚贞观出现在后山，突然袭击我们。贞观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不知道。哦，多亏有玄贝师叔出手相助，估计现在已经追去了。
下山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贞观为何如此想不开，非要留在这里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们两个赶紧给我追上去！前几日不是玄心师叔亲自赶贞观师兄下山的吗？怎么现在又回来了？不知道，先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还要和真妙师兄比试。他哪来的信心，又来挑战真妙师兄？区区一个杂役出身，恶僧一个。上次赢了真亮师兄，我看纯属巧合。哎，还是有点本事吧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师兄，怎么连玄贝师叔也来了？真妙师兄和真定的比试在院内都传开了，玄贝师叔能不知道吗？我猜他也是想来亲眼看看真定的实力。还请真妙师兄赐教。好，你先出招。不行，不能放弃。承让。师兄，我还没认输。我都不认得了。是真长师兄，是真长师兄回来了。师兄人又回来了。是。哦，他就是真长师兄。真自备三大弟子之首的真长师兄。前段时间他闯过了同人巷，成为了最年轻的云游弟子。师兄弟之间的切磋而已，切记要点到为止。谢师兄教诲，师弟，抱歉了。师叔，真定这小子刚刚用的招式，武僧院根本就没教过，他这是哪里偷学来的？确实，他那几下步伐诡异，从没见过呀。我们金蝉有这样的招式吗？藏经阁被盗的事儿，该不会和他有关吧？怎么哪里都有爱打小报告的人呢？见过玄贝师叔。肯定要问问神行八部哪儿学的，不能说啊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你这步伐是从哪里习得？回禀玄贝师叔，是家传之学。弟子出家前曾接触过不少家传武学，平日里闲着无事会练上一练。看来他是相信了。哼，心机太重，满口狂语。罚你面壁3日，今日的比试就先不作数。师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，就关禁闭喽。真长师兄回来，这下可好了。
真长师兄怎么也跟过来呀？可能是怕我不去关禁闭，趁机跑了吧。我不喜欢热闹。敢问师弟法号？啊，回禀师兄，法号真定。师叔罚你面壁，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你不必过于放在心上。我不在意，习惯了。哎，师兄此次云游是去了哪里啊？第一次下山云游，去得不远，最远也只到了江州城。啊，师兄，江州城里都有什么呀？地榜之上的顾怀之，便是江州城的城主。江州城修于江边，远看像是一条巨龙，城内更是八街九陌，车水马龙。自从来了这个世界，还没去过什么地方，哼，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。不过外面再好，也只不过是镜花水月，不比在金蝉轻松自在。寺里吃得饱穿得暖，还能练功夫，为什么要出去啊？面壁3日，正愁找不到独自练习神行八部的机会。哈，总算是熟练了一些。小和尚，接他！武功进展不小嘛。小僧可不想风华正茂之时去见佛祖。我知你在金蝉寺难以得到开刃的戒道，因此帮你准备了一把。如此，还得多谢江姑娘了。我就知道还是江姑娘想着我。真定师弟，别来无恙。张师兄，齐师兄，本次任务将有新人入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什么人？看什么看？老子宰了你们！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小样儿，看招！真定师弟的功力果真进展神速。敢问这位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吐什么吐？有种说出来啊！几位应该已经发现这里的不同寻常了吧？贫僧真定，与你们并无太大区别，只是早一段时间来到这个试炼世界。试炼世界，我来找找这里有没有别的出路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救救小子！小女子，小女子。手无缚鸡之力，可否与那六道之主说说，放我回去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这女人怎么如此反常？
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看我像是说了算的吗？大师，大师，求求小子！哟，六道之主还真是拉了个不会武功的普通姑娘啊！任务开启。伪蛮入主中原，倒行逆施，屠戮百姓。金蝉寺僧众奋起反抗，大将军朵儿茶为震慑武林，在金蝉寺中安插眼线，率领众多高手奔赴少华山，围剿金蝉寺。主线任务1：兵分2路突破拦截，3日之内将内奸名单送至金蝉寺。后到金蝉寺的一路，抹杀，逾期未至者抹杀，成功入寺者，每人奖励50善功。师兄，我来帮你。齐师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一醒来，便遭违纪。哇，你这就说完了？六道之主说兵分2路，果然张远山和江姑娘都不在。唉，怎么偏偏让我和这个扑克脸在一组？要是能跟江姑娘2人一组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那该多好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让我先拍拍扑克脸的马屁，套套近乎。哎，齐师兄，我看你刚才还身姿绰约，看来这长河落日剑法已有小成。未遇强敌，不敢大言。得，又是8个字，你要是机器人说话费电呢。神僧威武啊！神僧，小的叫做向辉，还请您慈悲为怀，多多照拂。我们此去金蝉寺，你们是要与我们一起，还是自己去啊？那小人当然是紧跟神僧左右，为您马首是瞻呐。您刚才那是大显神通，倒入猛虎，迅若飞电，那简直是……行了，你差不多可以了。不要抛下我！你们若愿意，跟着便是。这2人带着肯定是累赘，但想此前在隐皇堡，若不是江姑娘不嫌弃我武功低微，一路照顾，我怕是早就上西天了。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这应该是最后几个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出发去少华山吧。小和尚他们不会有事吧？真定师弟早已今非昔比，更何况还有齐师弟在，不必担心。此去少华山路途颇远，刚才几名刺客乘马而来，正好可用。路途颇远，齐师兄莫非已经知道了少华山的位置？此地乃浣花派前往金蝉寺必经之路，此路坦荡，上少华山
却至少5日。另有捷径，但逼仄难行。难道说，这世界的地理环境和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样的？如此，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小紫施主怎么了？大师，我不会骑马。这，大师，我可以学骑马，别丢下我。施主若不介意的话，可与我共乘。让他坐在我身后，万一他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暗算我。大师，小紫姑娘，你还是坐前面吧，小僧担心你被甩下去。阿弥陀佛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们还是快点出发，赶上齐师兄他们吧。这样。齐师兄，还有一事让我耿耿于怀。你在担心6道之主的任务吗？不错，真如任务所说。后道金禅寺的一路将会被抹杀，岂不是我们与江姑娘他们不能两全？规则既定，多思无益。神僧，咱们还是赶路要紧。另外一队肯定想方设法赶在我们前面，等他们进了金禅寺，我们这不得上西天了呀？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齐师兄，赶了这么久路，上华山还有多远啊？赶得上。齐师兄，其实吧，你每句话可以多说2个字。哎，你看这试炼任务，你脸上苦兮兮吧也得做，你脸上笑嘻嘻吧，咱也是做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不微笑面对呢？放松心情，那你的剑法嘛，岂不是更胜一筹？哎，亲娘嘞！我这是自闭儿童辅导员吗？神僧所言极是，所言极是啊！阿弥陀佛，所谓一切所获所具，皆自心起。齐师兄，我们要学会微笑。有位前辈就曾经说过，当你微笑时，这个世界就会爱上你。这个试炼世界，他要是一旦爱上我们呀，那我们这个任务做起来不就可以？我心情很放松，我脸天生就长这样。快下雨了，找地方躲一下雨。小和尚，你过来。若6道之主颁布的任务与你的底细相悖，又该如何？如你之前所说，眼下我们与张师兄他们或许必有一死。难道你愿意为了他们杀生成魔，立地成佛？到了最后一刻，自然就知道了。
七师兄，刚才说啥来着？微笑面对任务嘛，是不是？这种时候，你还有闲心说笑？恰恰说明我们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。这大雨滂沱，弓弦沾了水，放不了几箭，接下来怕是要短兵相接了。你我守在这里，再与他们周旋。真帝师弟。已然不远，前面应该就安全了。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的好。张师兄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早一步到了金禅寺，小和尚他们该怎么办？江姑娘还有闲心关心别人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怎么会来这个鬼地方？这。他不是人。贪生怕死者，杀！
骑士兄，没事吧？我们得尽快入山，逃了不少敌人，怕有援手到来。也找找向辉和小紫的尸体吧，他二人恐怕已经……大师，啊，小紫姑娘，你没事？都来围攻你们了，你们受伤了吗？我躺在地上，没人注意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幸得二位以身相护，想来我们很快便能到达金禅寺了。你也没事，你的脸……小伤而已，受了一刀，昏厥在地，但是捡下一条命。早知道我也装死了。走吧，天色已晚，我们还是先找地方歇脚。3日之期越来越近，不知道江姑娘和张师兄身在何处。小桑，别过来，不要靠近我！小桑，他是……我们得准备下山了。金蝉就在隔壁山脚。大师，我说梦话了吗？你在叫小桑？大师，日后千万得小心一个叫做顾小桑的女孩，她是全天下最坏最坏的坏蛋。为什么？总之，很坏很坏，杀人不眨眼。今日亥时，便届满3日了。时间不多，赶紧出发。申时已过，赶紧上山吧。且慢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江姑娘和张师兄那边情况不明，如果我们这就上山入寺，岂不是置他们于死地？可说不定他们早就赶在我们前面了。是啊，而且北蛮大军可不会停下来等我们。没错，你们说的都有可能。我们双方手里就像是握着一个能掌控对方生死的机关，为了不让对方先按下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先做那个无情之人。但我相信江姑娘和张师兄，他们也一定会相信我们。要制住向辉和小紫还勉勉强强，如果齐师兄也执意上山，我恐怕……齐师兄，之前你问我是否愿意杀身成仁，此刻就是我的答案。真定师弟有何计划？如果在这偌大的少华山等人，我一定会选在显眼之处。换做江姑娘他们，定然也会这么想。你们先去寺门口，或许江姑娘他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们。我私下看看有无别的线索。亥时之前如无消息，那我们就入寺。你就不怕我与他们2人先行入寺？六道既然说先到的一队才算完成任务，那就有种可能，是需要活着的队员全部到场，而且我相信你。好。
师兄所描述的几个人，确实没有印象。天色已经不早，但既然我还没有被抹杀，他们也一定在哪里等我。江姑娘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莫非大师也是江湖上的朋友，赶来援助金蝉寺的吗？施主知道还有其他来此声援的人？在下河洛卫无忌，各路前来声援金蝉寺、抵御蛮族的好汉们，眼下都聚在山中客栈之中。客栈，30年的洛河酒，醇厚浓香，确实不凡。只可惜天下纷乱，安心品茶论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。天下之道，盛极而衰，死中运生。我等须得保持有用之身，以作光复之种。张公子见地果然非凡。兄弟请，干了！行。此次蛮族来袭，河洛沸腾，有德高望重的大侠奔走呼号，我看那朵儿茶不足为惧。这些德高望重的大侠之中，怕就有魏大侠你了。当不得，当不得！二位客官里面请，想吃点什么？我学武30载，不过堪堪摸到先天之门。我向张公子年未弱冠，已突破先天，而且此次为了金蝉之事，披荆斩棘来此报信。张公子，喏，那里正和河洛门少掌门临别学品茶的就是。你们先聊，跑了大半夜有些累，我去点些吃食。这和尚到底是谁？和尚也能饮酒吗？此人与张公子认识，难道也是什么饮食高手？先干为敬。糟糕，忘记我这身体是个只吃斋饭的和尚了。真定师弟，不说戒律之事，初次饮酒也不该如此莽撞。不知烈酒滋味，小僧又怎能明白戒律之可贵和必然？不破不立。等你许久了，江师妹没有说错，你果然也在找我们。江姑娘呢？小和尚，你来啦！来，喝，先吃点。来。连江姑娘都，这位到底是？真定师弟乃家师好友之徒，绰号斩叶佛刀。斩叶佛刀，原来他也是世外高人。年纪竟然这么小，年纪小，但鬼大着呢。齐师兄在寺门口等我们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走吧。齐师兄，齐师弟。小紫呢？方便去了。大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现在局势紧张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入死。小僧有办法。什么人？擅闯金蝉寺，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师兄，我是杂医院的真定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喂，看他这身穿着，确实是杂医院的。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？认识？到底是认不认识啊？是这样的，师兄，我在路上遇到这几位施主，得知有个惊天大阴谋，必须尽快禀告方丈，劳烦师兄让他们进去。
辛苦师弟了，快进去吧，别耽误正事。及时抵达金蝉寺，主线任务1完成，每人奖励50善功。任务2，坚守金蝉至最后一刻，完成奖励100善功，否则抹除。我们做到了，没有人被抹杀，我们做到了。你们到底是何人？诸位，我等拿到了朵儿茶的内奸名单，事关紧急，还请求见心计大师。言行怪异，我看你们就像奸细。让他们进来。德光师伯，这就是击杀关浩然的张少侠吧？啊，方丈早有耳闻，诸位，请跟我来吧。几位施主冒死来报，老衲感激不尽。这一路确实险恶万分，好在不负所托，总算是将这10万火急的情报给方丈带来了。哦，红尘诱惑，纵是出家僧人，也未能尽免。寺中终究还是出了内奸，这次真是要多谢诸位了。方丈大师神功盖世，定能击退蛮夷，我等只是锦上添花罢了。朵儿茶实力高深莫测，老衲只是有舍去残躯，不惧生死的决心罢了。方丈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留住有用之身，以图来日啊！阿弥陀佛，你们身为出家之人，为何看不透这具臭皮囊？那你就去死吧！小辉，大将军托我向方丈问好。好快！他是百变书生。百变书生？难道说……小和尚，这香灰究竟怎么回事？他恐怕已经不是香灰了。啊！真正的香灰，在我们树林遇袭的时候，已经被这百变书生所杀。功夫再强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！再打下去，怕是脱不了身了。小心！此人不凡，和神行八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苦海无边，施主还不回头是岸。方丈大师若能率众投诚，大将军必能让金蝉寺成为佛门首寺，香火不断。否则，金蝉寺千年基业就要毁于一旦。阿弥陀佛，我金蝉寺千年基业，只在佛理禅意，大战在即，恕老衲无法留守了。你敢犯杀戒？佛有慈悲心肠，亦有金刚怒目。支线任务1：杀死百变书生张远山、真定，奖励30善功；齐正言、江芷薇各奖励20善功；
支线任务2开启，杀死大将军朵儿茶。方丈，方丈！尔等奸细，还有何图谋？诺，他们是奸细。方才老衲怕是已经圆寂了。几位施主来历不清，非常时刻，还请早些离寺吧。我们为救金蝉寺跋山涉水，却受此猜忌，岂不是让山中赶来的其他义士寒心吗？如此，我等就先行告退了。如有可以相助的，还请方丈吩咐。同伴亡魂，还请方丈超度。师父，老衲暂时无碍，只是一身功力发挥不出5成。方丈，事已至此，我们还是以保全本寺香火为上。新禅师弟，你的意思老衲明白。朵儿茶手下高手无数，帐下更是有300铁狼兵，个个都力大无穷，毫无痛觉，悍不畏死。我金蝉寺若是玉石俱焚，还是有望挡住朵儿茶。可现在，老衲本想以这具老弱之身拖住朵儿茶，如今平白拖累你等，误了经书秘籍和舍利子的转移。师父，弟子与您一起留守金蝉寺。弟子愿留守金蝉寺。何必如此执着？本寺有一条密道，历代只有方丈知晓。各位尽快安排弟子收拾典籍，等待深夜速速下山。山下的施主呢？要告知他们吗？告知他们，不知潜藏了多少蛮族奸细。倒是朵儿茶闻讯提前，我金蝉寺就危在旦夕了。山下的施主若是看到朵儿茶铁狼兵来袭而山门不开，他们自会得志散去。师兄，既然朵儿茶安排百变书生偷袭，我想他应该就在附近。事不宜迟，不能拖到深夜了。我这就安排弟子下山。去吧。张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张公子，出什么事了？事态紧急。好了，铁狼兵来了！号声越来越近了。那朵儿茶大军岂不是就在附近？张公子，我们快退入金蝉寺，还能依山路关隘据守。对啊，是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动身。开门！铁狼兵来了！开门！这是同仇敌忾，殊死一战之手！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对呀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开门？让我们开门呢？各位施主，没有方丈之命，贫僧不得开门，各自保重吧。忘恩负义！忘恩负义！我们冒着性命危险前来相助，开门呐！视我们生死于无睹。金蝉寺不开门，赶紧开呀！开门吧！这可怎么办呢？朵儿茶来了！怎么回事？这是朵儿茶！大家小心应对。真难搞！朵儿茶的实力已有半步外行，半步外行。天地交汇，举手投足之间，皆能引动天地变化，是为外境。朵儿茶能够初步改变天象，
说明他只差半步了。就算是忍剑村无我，他也无法奈何他了。江湖那个束手无策，这下可棘手了。有星际大师安了，加上江师妹的配合，或许有机会斩杀朵儿茶。这次的任务是坚持到金蝉这最后一刻，未必需要正面迎战朵儿茶。1刻钟内进入山门，否则主线任务2失败。1刻钟。开门呐，师兄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此乃金蝉寺之劫难，各位施主还是各自逃命去。求求了，师叔，就放他们进来吧，我们一起抵抗铁狼兵。方丈命令，不可违抗。时间紧迫，赶紧想办法杀进去。进门，过去还有一线生机。使人在此，其余人随我杀进去，鸡犬不留。小和尚，阿弥陀佛。金蝉范围，坚守至最后一刻。战则一开始，抹杀。终于明白方丈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寺，这么容易突破，肯定有奸细藏在我们之中。若能尽早阻止朵尔茶，也能免得生灵涂炭。小史呢？时间紧迫，我先进山门去帮助星际大师。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；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看来是赶上了。剩下的就是在寺内坚守了。不自量力！这家伙的铁布衫好强。星际大师，你的大力金刚掌果然不凡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和我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你们几人真是义薄云天、侠肝义胆的典范呐！可惜今天都得死在这里。
相，即是非相；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；一切诸相，即是非相；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；一切诸相，即是非相；一切众生。我去相助心机大师，说能杀了朵儿茶，主线任务肯定能完成。你有什么打算？这是一个机会，不能放过。说任由朵儿茶杀了心机大师，那连一分胜算都没有了。心机大师，我来助你。这老头没装过这种命不久矣，都不及在日时。时至不行，半生夕阳，老徒你给我等着！江师妹，阿弥陀佛，守住了。他的伤势不算太重，稳住之后必然再来。各位不如就此散去。就此散去？开什么玩笑！现在走，立刻就会被抹杀。方丈大师，可当我等是贪生怕死之徒？阿弥陀佛，老衲不是这个意思。几位施主都有伤在身。方丈大师，莫非你嫌弃我等受伤无用？老衲元气大伤。方丈，大部分弟子都从后山撤离了。方丈，老衲元气大伤，江施主和张施主亦是如此，而朵儿茶根本未损。此战实在希望渺茫。诸位施主非我金蝉弟子，为何要挥霍性命留守金蝉，做着玉石共焚之事？阿弥陀佛，死有轻于鸿毛，亦有重于泰山。我等舍生取义，正在今日。今日之事，不是金蝉要不要救的问题，而是我等要向天下苍生昭示，这世上还有慷慨赴死之人。好了，看来被我唬住了。两位施主伤势沉重，此时下山怕也难以突破封锁，还是入寺以待时机吧。德空，速去取小还丹给几位施主。多谢方丈大师。几位施主入寺之后，烦请你们镇守后山，以防蛮族高手攀崖而入。阿弥陀佛，谨遵大师安排。各位施主，随我来吧。
么还不带剩余弟子下山？师兄，我愿与您一起留守金蝉寺。师傅，弟子与您一起留守金蝉寺。师傅，莫要误了舍利子和经书的转移。菩萨没了，庙也不会有人顶礼膜拜。如果庙决定了一切，我们又何必修行呢？快快护送受伤的师弟下山吧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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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心寂和尚，本王回来送你上路。哼，你悠闲地坐在这里，倒是得了几分禅意。可惜，未能劝得施主放下屠刀。屠尽众生，即为佛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。不垢，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老东西，我倒要看看还能玩出什么花招。拖延时间，我的人早已守在后山必经之路，你那些徒子徒孙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唉，折腾了这半天，总算是入寺了。你一番豪言壮语，不知心寂大师等高僧会如何看待你这个小和尚？要不是任务压迫，我乐意这样吗？一定是被我的侠肝义胆、义薄云天震动了，只差那头便拜了。夏姑娘，你伤势如何？虽然开了死窍，但以我的境界，虽未脱离，但已元气大伤。估计只能收拾残兵了。张师兄呢？我恐怕还不如江师妹呢。还好有金蝉寺小还丹相助，否则怕是行走都艰难。不会吧？伤到这种程度？是舍利塔？一样。一模一样，虽然我只去过后山一次，但与这里确实一模一样。这里的舍利塔里，不会也藏着那3只妖魔吧？张师兄，啊，看来伤势比我想的更重。后面少不了生死之战，我和张师兄先调理气血。齐师兄、小和尚，一会儿如有变故，就要麻烦你们应对了。这远方突然传来的喧嚣，莫不是董二茶又在强攻？魏大侠，前面情况怎么样？那里就是舍利塔。魏大侠，舍利塔是金蝉寺禁地。哼，禁地！现在整个金蝉寺
都快被踏平了，哪里还有什么禁地？金蝉寺1000年底蕴，里面想必藏了不少宝贝，便宜了蛮子，还不如让给我。魏大侠，你几位自身难保，还是先管好自己吧。真是人心难测。大将军有令，靠近舍利塔者，格杀勿论。在下汤顺，外号掌上乾坤，来送你们去见西天佛祖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唐顺是朵儿茶手下4大高手之一。2位强弩之末，就这么上赶着送死？别急，等我杀完这2人，自然轮到你们。小和尚，铁布衫完全不够攻了。心计和尚，你是知道挡不住我，束手就擒了吗？早点臣服，也不至于现在生灵涂炭。张师兄和江姑娘立功御守，倒是滴水不漏。走了。很巧妙的泄尽功夫，但可惜了，你现在连孩童都打不过了。小姑娘长得好生俊俏，我真想怜香惜玉啊！我最喜欢武功高强、看似刚烈的侠女了。若是抱在怀里，看你能不能逃掉。无耻败类！怎么，你小和尚也动了凡心？还是让我先送你一程上西天去吧。怎么办？他实力远胜于我。小和尚，如果靠神行八部出其不意，伤到他要害处，或许还有希望。小和尚，你想先卸掉身上哪部分？是用的多的那部分，还是用的少的那部分呢？子母离魂镖。多谢齐师兄了。他什么时候兑换的子母离魂镖？哪来的善功？支线任务完成，
杀死掌上乾坤汤顺，齐正言奖励80善功，真定奖励50善功，江志威、张远山各奖励20善功。江姑娘，还有疗伤的丹药吗？在我腰间。可惜，可惜，若是不用子母离魂镖就杀掉汤顺，奖励会更高。哦，对了，想必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子母离魂镖吧？七姑娘兑换秘籍杂学的举动，给了我提示。悄悄将长河剑法、落日心法等武功换给了6道轮回之主。第2次进入时，我想到了你之前说的兑换暗器和毒药自保，于是决定暗藏一个杀手锏。齐师兄，其实这些七姑娘兑换的糖花很符合我的要求，可成品的善功价格太高，后来几经挑选，我选中了子母离魂镖。想不到真的派上了用场。真定师弟，是不是很惊讶？齐师兄，比起这个，你有没有觉得你今天好像比以前更喜欢说话了？有吗？但这子母离魂镖的事，齐师弟，后面恐怕还有恶战，我们还是养精蓄锐为上。这下发了，这可是暴雨梨花针呐，比糖花还贵。哪怕已经发射了银针，暂时无用，这东西价值连城，大不了回去后向6道轮回之主兑换相应银针补齐。老家伙，还在这里装神弄鬼！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别以为死了就可以留个全尸！哼哼，这是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。离子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杀进来了！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就算过去也是送死，不如暂避锋芒。以短而长的境界，真有心找我们，仅靠着附近灵木遮挡，很难逃过他们的感知。主线任务是坚守至最后一刻，所以只需躲开朵儿茶片刻，就能返回白玉广场了。江姑娘，我背你。跟我来。
就是这里了。也许真有密道。真定师弟，此处地势平坦，无险可守。一旦敌人进攻，我们将无路可退。真定师弟，你这是……小和尚，你怎么知道这里？走吧。七师兄，我去前方探探路，免得里面藏有敌人而不知。真定师弟，麻烦你了，我在这里守着张师兄他们，有劳七师兄了。七师弟，你不随真定师弟一起去吗？说不定内有奇遇呢。我身受反噬，实力大降，非是真定师弟对手。若贸然跟去，遇到那种只能一个人知道的秘密时，你让真定师弟杀我还是不杀呢？人皆有贪欲，我不想冒险考验真定师弟的佛心。你重伤之后，果然话变多了。既然没有妖魔，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。蒲团，难道是哪个高人隐居之地？若不入红尘，不历苦海，不背戒律，如何知晓清规真义？如何勘破世事虚幻？照见自身佛性，证得真空妙有。这话倒是颇有几分玄奥。阿难，阿难，这不是佛祖座前的尊者吗？心计，你舍身又如何？还不是输了？我看现在这寺中，还有谁能拦我？好兵，获得阿难破解刀法真意传承。悟得阿难破解刀法第1刀断清净残世，真意传承，想不到竟有如此奇遇。不管了，赶紧再记一遍。这刀法可是9000善功，忘了就亏大了。怎么是残世啊？残世就意味着还无法习练。有风，从那边过来的。情义善人，莫入此门。这幻觉来的蹊跷，看来和这字有关。这是。不心薄幸者杀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没用的东西！这气息……真定师弟，可有发现敌人？没有敌人，
但山壁上有阿难破戒刀法。阿难破戒刀法？是的，不过只是第一刀的残式。小和尚，你倒是老实。这种奇遇其实没必要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秘密。我有，张师兄、齐师兄也肯定有。我们几个也算共历过生死。若我隐瞒刀法之事，将来事前谋划时很容易误算实力，到时任务失败便得不偿失了。是啊，患难之交，倒是我们小人之心都想了。有的时候，你瞒过我们之后来个出其不意，也未必不好。就像我之前兑换子母离魂镖，刚才就让那汤顺。齐师兄，咱们能放过子母离魂镖的事儿吗？你受伤的并发症，怎么是唠嗑啊？经过疗伤，我们的状态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事。到这里踪迹全无，总不可能凭空消失，一定有密道。情义善人，没入此门，没有听说过。好强的力量！没事，你们继续。你这小娘的气息，之前不是和他们一伙的。小紫，小紫，别提那个女人，我是顾小桑。顾小桑，是小紫一直提到的那个人。顾小桑，果然是他。大将军，你再咄咄逼人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们认错人，我不开心，不如让你先杀了他们如何？笑话！杀你就如杀鸡一样！太可怕了吧！难怪小紫会这样说他。红尘如玉，众生皆苦，轮回不止，悠然不息。言我是人，有神天降，无生老母，真空假象。无生老母，真空。若非上次出了岔子，浪费了善功，我又何必顾及自己动手？不过杀一个人的善功还是够的。大将军中了无生纸，他一会儿才能回归真空家乡。结束任务应该还有些时间，杀人的话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你想怎样？说来也是缘分，要不是出了岔子，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该杀谁呢？我好生为难啊！哎，
们选一个出来吧。我杀掉之后各奔前程，反正回去也碰不上了。你们也很为难啊。那我仔细想想，这女人真阴毒，还想挑拨离间。幻花剑派的普通弟子，杀了毫无价值，平白污了我的手，浪费我的圣功。真武派俗家弟子里，张氏乃3大支柱之一。若将你杀于此处，再伪造一下真武派的手法，不难引起内讧。妖女，我派长辈岂是鲁莽无知之人？也是，真武派内你也算不上什么人物，悟性平平。不管杨太、杨和还是姚家兄弟，都比你更有天赋。只不过你更能得长辈欢心罢了。我的天赋虽不及同门，但天道平衡，勤能捕捉，我又有何惧在？听你这番话，真有点想杀你了。不过嘛，听闻江姑娘乃年轻一代中最有前途的人物，这让我心痒难耐，恨不得见上一面，除之而后快。现在看来有这个机会了。有没有这个机会，先得问过我掌中之剑。哦，难道你还有一搏之力，还能使得出剑出无我？试试便知。哼，有胆量。大师，其实我最想杀的人是你啊！你知道吗？谁让小紫那么喜欢你呢？眼下只能拖延时间了，拖到朵儿茶死了，逃回原来世界就行了。这是什么理由啊？这是最好的理由。啊？凡是他喜欢的、想要的，我都要毁掉。这女人真是个变态。阿弥陀佛，大师，你们先去洞里，只能现学现卖了。安心归西吧。怎么来着？红尘如炉，断佛心前。这是。没想到真的有效。好高明的刀法，这和尚什么时候学会的？小和尚。小跑。算你命大。你做什么？毁掉机关，我们出不去，他也别想进来。只要朵儿茶身亡，我们就能直接回归，困死于此并无大碍。想不到你已经领悟了断清境的刀意。这一式前面并不残缺，只要心有领悟，刀意自然勃发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要是吓不住他，后面只能束手就擒了。朵儿茶身亡，奖励顾小桑200善功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江芷薇100善功，张远山50善功。金蝉沦陷，主线任务2提前完成，各奖励100善功，即刻回归。还好有6道的治愈功能，不然我每次就拿这一身铁布衫和人硬碰硬，迟早要瘦。任务完成，每人奖励20善功。镇定评级良好，获得摇签的机会。摇签范围外境以下所有事物，其余人中等。原来探索隐秘是任务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。
万一咬中罗汉拳，那就亏大了。怕什么？反正是意外之财。这个签筒自己会动。镇定师弟，摇签是你的擅长，应该可以摇出好东西。你也太高看我了。我从小到大，除了刮发票，刮出过几个安慰奖。哇，是劫天剑！嗯，这玩意儿还会耍赖。该不会抽到夺命13剑吧？虽然听起来可怕，但这也算是好东西啊！虽然比不上利器级长剑和夺命13剑，这么好的丹药，在结丹前每5日1粒，争取早日蓄息大成。灵芝补气丸，如果不是摇签摇中，我也是会选择兑换它的。行吧，也不算太差。咱们得合计一下兑换什么了。下一次任务未必有星际大师这样的帮手了。兑换开始。我先得修复白虹贯日剑。另外，我看到一种剑法尤为奇特，前22剑只属于开窍级，可到了剑念3，却一下提升到了外景级剑法里也很不错的程度。什么？剑念3？这也太危险了吧！我听说此剑法一出，可是要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。想不到你也了解过这剑法。没看过步惊云吗？为什么我结巴了？小和尚放心，我兑换剑谱是在琢磨剑招变化和剑意凝散，观他山之石，攻自身剑道之欲，不会让剑法牵着我的鼻子走的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就兑换吧。镇定师弟，你是要加强横练功夫？我也不太确定，因为这次进轮回世界前，我刚得知菩提院会奖赏于我，或许是72绝技之一，但不知道会是哪种。你入寺没多久，竟然能获得菩提院的奖励。我偶然发现有人利用寺中的密道作祟。还记得之前任务金蝉寺的密道吗？其实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密道。2个世界竟有一样的密道，也许真有什么联系，只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太少，无法窥破。按照金蝉的习惯，菩提院的奖励肯定是让你挑选72绝技中非招式类的续器篇。你可以直接选金钟罩或金刚不坏神功了，无需再兑换了。我得补全阿难破戒刀法第1刀残式，把暴雨梨花针的毒针补齐，还有神行8步得升华到神行100变。若还余下善功，再挑一门不错的刀法。你想得很周全，这些都是当前最该兑换的。若是刀法善功不够，我可以借你10个善功，9出13归啊。我可以借你10出12归。这件事情你们到底要笑多久？补全阿难破戒刀法第1式断清劲。
普拳暴雨梨花针。暴雨梨花针之毒针普拳。特别提醒：此暴雨梨花针已使用过1次，可再使用2次。糟了，剩下50扇弓，兑换什么好像都差一点。6道之主就不能搞点分期贷款之类的项目吗？10出12归，可以直接借你30。七师兄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下个任务，你若因为刀法不精而亡，暴雨梨花针说不定就被敌人捡去了，很危险。他这是咒我还是在帮我呀？我兑换了这个。哎，话说齐师兄，你修炼别派神功，不怕被发现吗？我只是普通弟子，倒是容易蒙混过关。等开窍以后，我就可以申请外出游历或镇守派外产业了。唉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金蝉。你是离不开金蝉寺的。拜入宗门本身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荒天厚土民贱。若想离开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严重违背戒律，被废除武功，开阁出派。唉，算了，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兑换完成，存放好物品，回归自身世界。这次就留你吧，把剩余扇功都还给江姑娘，也算是报答了她上次给我血刀刀法的恩情了吧？嘿嘿，完美。真定师弟，3日期已满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多谢师兄。2个世界的密道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情义善人，莫入此门。我明明记得就在这个位置，怎么会没有呢？还……这里面绝对藏了什么东西，这么邪门。上次贞观就是从这里出来的，有机会再来看看吧。哼。真定师弟，方丈请你和真慧师弟去大雄宝殿。玄卑世侄，你为何非要收那真定为徒？那真定在杂医院时就性子跳脱，戒心慎重，到了武僧院又恃强凌弱，如此心性，安能得我金蝉嫡传？真定立有大功，可嫡传之事须得心性为上。按老衲之见，不如让他挑选一门绝技的续气篇，以作奖赏。诸位师伯师叔，真定在武僧院内并非恃强凌弱，真亮惯来横行演武殿，时常欺凌他人。真定所为乃路见不平之举，虽手段有错，然心性无过。收徒乃自身之事，我们无需多言。玄卑世侄，日后须得担起这份责任。弟子知晓。会不会是贞观的事立了功有奖励？若说是来领取奖励的，为何要让小师弟一起？哎，小师弟，
你最近都做什么了？早课挑水，早膳识字，午膳练武，晚膳打坐，听故事睡觉。师兄，还有骂戒律院。哎，不是问这个。你知道为什么方丈让你来吗？师兄，你知道？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不得喧哗。方丈、师叔，真定和真慧带来了。第一次来大殿，果然和六道世界一样。真慧，玄卑欲收你为徒，你可愿意？这家伙虽然看起来不太聪明，竟老是被高僧看中。弟子愿意，但有一个请求。别人拜师都是千恩万谢，哪有提要求的？你亦是诚实率真，不知是何请求？求师父也收真定师兄为徒。你这家伙，你们倒是兄友弟恭。哎，不对，我的目标是混在金蝉，泯然众人啊！我不要这么引人注目啊！找机会我还要离开金蝉呢。您这边也是，不要答应，千万不要答应，我不配呀！真定，你的渴求，我能感受到。既然真慧如此求恳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。我这双该死的含情眼呢！弟子拜见师父。弟子拜见师父。既然成为我的弟子，那就可以挑选一门绝技作为主修功法。像我这种根骨清奇的人，师父一看就会知道，我适合无相截指、拈花指等潇洒飘逸的武功。哎，但我必须让他失望了。我是如此专心一致在金钟罩或金刚不坏神功上。真定，你选择金钟罩。大概这就是命吧。你不比真慧，他心意如一，沉稳专注，暗合佛法真意，所以为师会让他学习拈花指这门绝学。而你性子跳脱，将来行走江湖时，少不得遇到危险。加上你有铁布衫的功底在，修炼金钟罩和金刚不坏神功是最佳选择。你先修炼金钟罩，磨去性子中的浮躁飞扬，若是有成，再转修金刚不坏神功亦不迟。师父，为何不会迟啊？你对佛法看来真没用心。不动明王又名不动金刚，是金钟罩修成的金刚法身的升华，一脉相承，自不会迟。师父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修炼金钟罩？这两门绝学，为师已经帮你们抄好，明日开始修炼。不过，开窍之前，你只能看到金钟罩前4关的内容。弟子遵命。你们回武僧院收拾一下，搬到我那儿去。真定，明日为师带你去一个特殊的地方修炼。你有铁布衫的功底在，当能借助这个地方，很快将金钟罩前3关练成。来了1个多月了，最近你进境不错，可以学习金钟罩前4关。师父，后来抓到甄冠没有？慢了一步，他已经从悬崖下山，被隐藏的同伙接走。你们日后若遇到，须得小心。他肉体可能已有半妖之变。
长安达摩祖师涅槃之前，曾与大魔激战一次，他研发的劲武被毁，节节破碎。后历代神僧皆将舍利子藏于这里的舍利塔，以佛法化为魔土，方有今日之安宁。第一次来后山的弟子，都有此侵染幻觉，定下心来就没事了。触摸副本石门时，也有这种感觉。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？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就是在六道世界中打败汤顺的地方。舍利塔内真气流转，与你修炼金钟罩多有异同。真会修行拈花指，比为师预想的更为契合。蓄气小成亦会很快，或许要不了多久就能赶上。不过为师相信，你亦会有一飞冲天之时。佛塔上下7层，分别为镇放舍利和镇压妖魔之所。我无盘龟皆有上古大妖血统，接下来的时日，你便在此借助他们逸散的气息，修炼金钟罩前4年。这可比蒸桑拿恐怖了不知多少倍啊！怎么感觉肌肉在一点点的溶解重组？原来是这死鸟搞的鬼！这还只是金钟罩第1关修炼，就已经这么艰难了吗？第1关总算练成了，幸好有铁布衫打底，否则肯定已经烫伤皮肤，无法坚持了。第2关到第3关，给我破！嘿嘿，这金钟罩第3关居然也练成了。喂，和尚，咱们商量，放咱出去，咱可知道妖皇典藏在哪儿。你要是求求咱，你看你闲聊而已，怎么还急眼了呢？小和尚练这乌龟壳功有什么用？别练了，陪咱唠唠嗑嘛。将咱放出来，自有好处给你。喂，说到好处，咱鲲鹏一族传承了不知多少万年，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曾经。什么破鸟，长得丑就算了，还是个话痨，竟耽误我修炼。
界刀法第一式。断清镜。原来如此。师兄，你干嘛呢？我问你，师傅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阿难破界刀法？大概1个半月前。他为什么要修行刀法？师兄，师傅修行刀法不就是为了教你？什么？不是师兄你一直说想修行刀法吗？非亲非故，为什么师傅要对我们这么好？哪里非亲非故了？他是师傅啊。师傅。对了，师弟，你今日怎么没去修炼？我昨日开辟了丹田，师傅准我休息1天，还奖励了我点心。真棒。接着吃吧啊！拈花指可是金蝉最难学的绝技，3年开辟不了丹田也是大有人在，没想到真慧却学得这么快。师兄，你怎么啦？不开心吗？是不是因为师傅没给你点心？刚刚还是该给你留1块的。不是，就是一些修炼上的事。修炼上的事？我的金钟罩困在了第3关，始终不得其法呀。师兄，你都已经修炼到第3关了，突破第4关，那是早晚的事情。就是不知道这个早晚到底是早是晚，所以才郁闷呢。师兄，早晚的事情是急不来的。师傅说过，练功的时候要心无杂念，集中心智。一开始我还不懂，但后来发现，就是练功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不想就好了。什么都不想，心无杂念。真慧竟然真的已经到了这种境界。师兄，还好还有最后一个，给你。嘿嘿，别难过了，师兄。吃了点心，睡一觉起来，明天继续用功，师兄一定可以突破。点心，点心。虽然真慧说的没错，但是我还是得找个机会，把那死鸟的嘴给堵上。三姨是要把他逼到那边去吗？事情都不想就好了。之前我都只专注于金钟罩本身，仅仅把它当成一招保命的招式，却从来没想过它和其他功法的共同之处。欢迎来到轮回世界。抓紧挑水！等等我！
你相信我吗，小和尚？红尘苦难，断却清净。我叫江芷薇，习剑阁弟子。你来啦？破界而去，红尘如炉，断我佛心。和尚，什么法子都没用的，你这次照样会失败。破界而去，红尘如炉，断我佛心。这臭子还不抓紧挑水！不着无尽众生，小僧更想活着回去为佛。轮得到你说话吗？相信我吗，小和尚？肉体和精神所受的种种折磨，形式如如一般，正一遍遍捶打着我内外之身。外貌如我，心有不太。怎么会突然破功？难道人类的心灵就是这样的脆弱？快放开咱！动不动敬老尊贤！我的袜子用来塞你的嘴。金钟罩第4关练成了。想不到阿南破戒刀法的刀意，不仅能够斩人，还可以奇诡的用于自身，与金钟罩的修炼融洽非常。哎，每一刀都在淬炼心性，这就是阿南破戒刀法。断清净，断人清净，断己清净。这两个货真是添乱。不知道阿南破戒刀法后4式又是怎样的玄奥神奇？啊！他们居然会怕我！今日为何如此早？莫非暂时承受不了冷热奇袭？欲速则不达，是为师给你太多紧迫，莫要灰心。师傅，我金钟罩第4关练成了。什么？不丢你老人家的脸吧？师傅，我去武官堂了。臭小子！看来我恶僧真定的声名远扬啊！师兄，你想多了，肯定是因为我在。一会儿你先回吧，今日值守轮到我了。嘿嘿，师兄，你一直以来不是想练拈花指等绝世武功吗？现在看来，还是金钟罩最适合你啊。师兄，我打个盹儿。哎，万一师叔查岗，记得叫我啊。小师弟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多谢你求恳师傅收我为徒。和我没关系，师傅早就想收师兄为徒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
那2份武功秘籍早就抄好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这家伙，莫非是大智若愚？鱼，师兄，我没偷吃你的饭菜。算了，你正是开辟丹田的要紧时候，需要充足的食物。真是佛祖庇佑啊！能被玄杯师叔选为弟子，哈。真勇师兄，你也有机会的。希望漫天佛陀菩萨开眼。唉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快回去歇息吧。啊。东西呢？什么意思？这次之后，我不会再帮你了。事已至此，不是师兄你说不帮就不帮的。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留在金蝉。好啊，跟金蝉的方丈说，看他让不让你留。别忘了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，别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！你看，他不玩这鸟的，猜这次还是打不过，是不行，等着瞧吧。出招！哎呦！哎呀，这一承让。几个月不见，真勇的进步也这么大。师兄，结束了。啊，师兄。竟然10个月都没有溜到任务。唉，这样的生活真好啊！是啊，这样的生活真好，能吃能睡能练功。智慧，你拈花指练得如何了？还未突破到蓄气大成的阶段，不过师傅说再有半年，说不定就能突破了。师兄，我觉得真勇师兄怪怪的。怎么了？我之前半夜巡逻，好像看到真勇师兄出入藏经阁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晚上太黑了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真勇师兄，所以一直没敢提。有一次，我跟着那人追到了这里。
然后呢？等了一阵，见他没有出来，又到了轮换的时间，我就回去了。悬崖。真勇，他这么晚到悬崖来做什么？难道是用普通纸张抄写的书册？悬崖外侧，看来有藏东西的缝隙，倒是隐蔽。是。续集大成，他果然隐瞒了实力。这什么刀法？师兄何苦做此鬼祟之事？我比不得真慧师弟有天赋，也不像真定师弟你能立下大功。要想学点绝技，只能走这条道路。我不想人生白白蹉跎在金蝉，永远轻得古佛，难以体会江湖的精彩。真定师弟，真慧师弟，看在咱们交好的份上，放过我吧。我从今日起洗心革面，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。得来的秘籍都给你们。真定师兄，这可怎么办？果然是秘籍。真勇师兄，我不知道你普通的武僧靠什么能得到绝学秘籍，所以别拿什么不愿蹉跎人生来敷衍我。你当时接近我和真慧，难道真是交好？师兄，你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冲着藏经阁来的吧？师弟，你去附近院落找人过来帮忙，记住，一定要嚷得所有人都知道，不能只告诉一个人。两位师弟，你们可知我刚才放入油纸包的是什么秘籍吗？易筋经。什么？怎么样？放了我，我将易筋经与你们分享。师兄，那油纸包被我碰到悬崖下去了。碰下去了。真定师弟，易筋经虽然落到了悬崖之下，但我刚才可是看了小半。你若放我走，我自会复述于你，而我会立即离开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至于找谁拿易筋经，我离开时自会告诉你。啊！
血而去，红尘如炉，断我佛心。真不要！你快回来！我一次次在佛前场口，却换不回禅心的清净。如果当初的我，快跟上，走！他们在那儿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去看看。啊！这是啥地下吗？你去那儿看看，去那儿。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谁？按照真定所说方法寻找腹部受伤之人，定能查出凶手。玄苦师叔，方才搜寻院落时，弟子等人发现真长自尽于禅房，腹部有明显伤口，只留下遗书一封。真长师兄，真长是指真定竟能够伤到真长，那一刀让他无法隐瞒，只得以死谢罪。此事关联极深，需召集各位长老共同商议。玄苦先随我来，你留在这里看着。是，方丈。在事情调查清楚前，须得让你两位徒儿暂时与旁人分开，自居一院。但凭师兄决定。周慧，你在隔壁吗？师傅他们要是查不出个结果，我和真慧会不会也一命呜呼了？可是又是谁指使的呢？真长师兄天赋极佳，心性踏实，而且得受了《易筋经》第1卷，没理由做出偷盗之事。真勇竟是从小在金刚寺培养的死士，就是为了盗经而来的。几年的时间呐，竟然放任他这样在金蝉作恶。真勇在众多弟子中不算出挑，这可能也是金刚寺选中他的原因。师兄，既然都调查清楚了，那是否可以还我2位徒儿的清白？你那徒儿真定竟可一刀砍伤真长，我看也并不简单呢。第3次轮回开始，此次任务为小队每名成员的单人任务。